节目一开始，咱来关心政治，这是南北到底敢有要合作？民众党的郭文哲这2天是2届去拜会郭台铭。面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，明仔是上尾的期限，郭文哲是表示会拍拼整合到上下尾一秒。国民党的侯友宜即马态度是转向强硬，伊昨昏接受访问的时有对外表示，伊尊重郭文哲的决定，伊嘛讲伊会坚定行家己爱行的路。 我会继续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。星期伫世苏大会顶悬，花用总统候选人身份表现到底。关片2天内2摆拜访郭台铭，2人互动密切，是不是转做郭贵配？郭文哲讲，郭台铭的关度已经超过副总统。 我们真的没有预设任何立场，不管郭科配、柯郭配、郭柯和，任何的形式都有可能。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出日子是南北整合最后期限，郭文哲讲会继续努力到最后一秒。正确讲完还有1天半，那就深呼吸，放轻松，继续努力。跨过阵营对外讲法拢共款，彼此共识，就是要达成政党轮替，搁整合所有在野力量，达到这目标。侯友宜态度也明显专业。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，我们都尊重柯主席的决定。 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一起，坚定自己该走的路，最后会赢得胜利。对郭贵会侯友宜回应无要评论，针对习近平向美国好人会出兵攻打台湾，赖清德表示，明显是西面在野党。侯友宜反对党批评，到目前为止证据拢无减少。赖清德大多注定就是引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